果信任唔再需要銀行、政府甚至信用評級公司，咁呢個係咩世界？依家你嘅聲譽係平台話事，佢哋可以封你戶口、修改你記錄，仲要唔使同你解釋。AI 加區塊鏈可以建立一個唔靠人話事嘅聲譽系統，冇得刪改，公開透明，完全屬於你。將來科技金融會做到，無論你係打工仔、做 freelance、搞生意、做創作者，你個聲譽會跟住你行走全球，唔使睇中央機構面色。未來唔係要揾人信你，而係個系統會證明你值唔值得信。你準備好未？記得點讚、分享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咁樣就可以追蹤我哋最新嘅影片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